大家做欢喜的吼，小刀是毋是足赞的？赞。大家比一个赞的啊！这个体验出来，好，感谢大家，互较有这个学习的机会。拄仔讲的遐道理也是分享的有无小心冒犯到的，希望社会社会慈悲，嘛希望咱的前贤家己会晓教，互较继续指正，互较有这个学习的机会。今仔日真正感谢大家，好，谢谢。感谢酒杯前，感谢酒师慈悲前道济公，分道济公，再一个。休息到10点45分。阿门啊！